最近大陆选秀节目崛起，除了参与其中的素人渴望有机会出道外，许多已经出道的艺人们也力拼2次出道，像是前男团 GTM 成员 AJ 赖玉哲以及 A-Team 主唱宫妍修，都已经在台湾小有名气，现在也到选秀节目里砍掉重练。有着帅气长相，穿着皮衣在舞台中央接受评比，快嘴利落的 rap， 配上强而有力的舞蹈动作，唱到一半还大秀腹肌。他是前男团 GTM 成员 AJ 赖玉哲，表现炸翻全场，在台湾早就已经出道，到大陆选秀节目以团之名重新累积人气。同一个节目还有另外一个台湾男团成员。以团之名，宫妍修又太单调，压力没完没了，太龟毛让我掉毛，快把无聊都踹跑掉，在舞台上展现个人魅力。宫妍修是男团 A-Team 主唱，能唱跳也可以幽默搞笑。以团之名，宫妍修脚底按摩啊，到府的啊，你这个。同档期，另一个选秀节目也有台湾人，李宗霖，慢慢等，慢慢等，慢慢等，等上线的铃声，慢慢等，等到我都睡着了，耐心等，只为了心动那一刻对着镜头演唱。台湾艺人李宗霖不只有俊秀外貌，还有一副好歌喉，曾经以演员身份在台湾出道，演过不少偶像剧。好想谈恋爱，但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认识我。从台湾到大陆当练习生，参加选秀节目《青春有你》，表现亮眼，更被导师们注意到。不少新生代台湾艺人纷纷往大陆选秀节目发展，不外乎就是因为选秀节目崛起，粉丝透过实境秀更能重新认识他们，不怕砍掉重练，要力拼2次出道。